母音係 A E I O U， 呢啲係高音，亦都係長音。佢哋嘅低音係呢啲嘢嘅頭音 ，as S is o as e o。佢哋嘅高低中音調係呢英語拼音法嘅5步，第一步係分音節 ，Y 喺任何子音後邊，佢係變成母音 I， 子音帶母音一個音節，子音帶母音一個音節，子音帶母音一個音節，呢個係第2步分音節。見到 R、Y 呢個尾巴嘅音節，你應該要睇下前面係咪 R、A、E、O、F 係 A、E、I、O、U 呢啲字。如果係嘅話，多數呢兩個音節都係低音。呢英語拼音法有個規則係話，若果兩個音節或者多過兩個音節，佢都有同一樣嘅音調，好似呢度兩個都係低音調嘅話，佢係當係一個音節。所以第2步分音律呢度已經係一個音節啦，呢度一個，即係話3個音節。3個音節一定係高、中、低同埋中、高、低 high mid low。第3係拼上邊，第4係拼下邊。拼每一個音節嘅規律就係母音加加尾音，再加頭音，母音加尾音，再加頭音，母音加尾音，再加頭音。喺呢度嚟講 ，Y 係一個字尾嘅90%係讀短音 I 係 E、R、A、E、O 係 E、R、佢嘅頭音係 ra、e、係喺 e 嗰度出嚟 呢度需要低音係第2個音 所以係 A 係 所以 AR 之後你睇到凡係 AR 就係 R 嘅聲音 S 佢嘅頭音係 R 佢嘅低音係係因為呢度點解兩個音節要變成一個音節呢？係因為第一兩個都係低音讀出嚟，嗰個 R 呢個音讀得好快。英文拼音嘅話，佢呢度嗰個 A 根本就冇咗喺度，變成 three。但係尾音嚟講，兩個都讀得好大聲，沙係沙 ，re 係 re。但係英音 three 喺呢度 S 係 S、Z、F、V、J 係5不改，
即係話呢幾個嘅尾音 SARS 個係改唔到前邊冇音，前邊冇音就單獨讀翻佢自己。大多數係短音 R、A， 所以 A。C 喺 E、I、Y 前邊 ，C 係讀 S 音，係 sa，S sa，係 sa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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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中音係 sa。呢個 E 又係 A 呢個後邊係 S 音 ，S 係呢度改唔到前邊嘅聲音，冇音嘅聲音，所以呢個又係大多數讀短音，短音係 A， 呢個係 N 嗱佢頭音係嗱 N 呢，高音係第一個音呢necessary， 拼下邊呢度低音冇得改，呢度呢呢度係些係necessary。第五步係俾兩個比較，第一個比較邊個讀出嚟係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。necessary 應該係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。第二個比較係比較兩個高音喺邊度出嚟，地方係比較高嘅就啱啦。呢個係呢，呢度高音係些，出嘅地方鼻嘅高低中，喉嘅高低中，口腔裏邊係喺正中間，些喺呢度出嚟啊！呢，你睇下我呢個面容。全部都抽晒上去㗎，呢，所以呢喺好高嘅地方出嚟係比較些高好多，所以呢個嘅拼法係啱嘅。所以呢個字正確嘅讀法就係 necessary。Proper training is necessary for ensuring safety in the workplace. Proper training is necessary for ensuring safety in the workplace.